来关心国内其他嘅重要新闻消息。8岁在本大体嘅南方公路里头桥，因为起嘅片桥也是本大快日睇落一摆，在初半夜落嘅太水，一座片桥过一摆本破坏哦。在开学咧，里头3行还有游客老学生啊，等你为下杀。公路桥东度嘅重修，不过有2个在3下打工嘅社会啊，可能想为全部整理开学嘅用品，系8年卡邦创年机械跨过好把全部。开学嘅南方公路嘅呢套片橋有本太水大團呢，用佢哋腦背做事嘅細阿妹嘅，把定爆火嘅關鍵上嘅在起3檔行嘅木卡，整理開學嘅東西，佢就拜託張橋嘅工人用怪樹來送幾條，來橫過河壩送幾條在起木卡。小朋友讀哪裡？小朋友都讀3下。哦，所以要先回家拿東西啊。對對，因為打工啊，所以要先回去拿東西。除咗2個細阿妹嘅供養當劫嘅，還有片橋對面嘅遊客，還有居民，大家全部起啲嘅高嘅素材向下邊看，第日唯一做得通行嘅片橋做得更加正好。今天是水比較小，所以今天應該是會搶通啦。公路橋啲基本2安條，片橋正好嘅，如果3度行行你可能會落雨，河壩可能行你會不太水，片橋可能行你會斷鐵。南方公路呢套橋，因為8歲在本太水大團呢，片橋要只會斷鐵，係唔可以起新的橋嘅。目前啲嘅評估，呢套村200人嘅村民，利用呢條針對於嘅新的橋嘅做得順利通行。下個新聞綜合報道。